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李家國 Cindy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新鴻基嘅老牌屋苑 YOHO 系列嘅 YOHO Time。我哋嚟到高層單位，實用面積463尺，屬於兩房嘅間隔。首先入到嚟門口位置，右邊已經係一個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而且仲配上名廁。門口嘅玄關位置可以放到鞋櫃。再入嚟客飯廳，呢邊佈局分明。左手邊就係一個飯廳嘅位置，放到4人嘅餐桌，而家做咗入場嘅衣櫃位。廚房嘅空間都尚算寬敞，呢邊有一系列嘅櫃位都係收納，而且空間充足，工作台面都好夠。經過客廳嘅位置，就到露台個部分，可以望到 YOHO 嘅市景。我哋再嚟睇下兩間房間嘅佈局，因為原業主都仲有啲家私擺放喺度，大家可以參考翻個擺放方法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李家國 Cindy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